从大学生了没出道的女星萝莉塔，在节目上透露，有次半夜肚子痛挂急诊，以为是肠胃炎，不料却被医生检查出子宫壁异常地薄，经询问后发现是和长期吃避孕药有关。我吃了10年以上，没有人吃这么久的，是我吃太久了。萝莉塔在节目《妈妈好神》透露，有次半夜因肚子剧烈疼被家人送去急诊，原以为是肠胃炎，但因为没有上吐下泻的症状，医生猜测有可能是骨盆腔发炎所致，因此安排她做妇科检查。没想到一检查完，医生惊讶地问：“你的子宫怎么那么薄呀？”更推测她月经应该也有问题。萝莉塔这才想起，对耶，我这个年纪，但我的月经超少的，甚至只来2天。接着她坦言，之前因为经期很不顺，医生有开掉经药，但是它其实就是避孕药。且萝莉塔一吃就是10年以上，一般人确实是可以吃掉经的药掉经，可是没有人吃这么久的，这也成了导致她子宫壁变薄的原因。然而当时她肚子痛其实跟妇科没关系，萝莉塔表示，后来超音波一照才发现是便秘。不过幸好妇科医生有帮她检查出子宫问题，要她一定要停药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实习编辑斜线林宇璇。